前方为我们开道路的神，主要在今天早晨，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极大的信心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不看环境，我们只注目在你。虽有高墙阻挡，我只必然倒塌。因你心事永不离弃，等候改变来临，征战必得胜利。因你心事永不离弃。你应许坚定，信誓直到永远，到永远。握在你手里，这是我的信心，你永远不离弃。黑夜终将过去，因你话语坚定，我心要称颂你生命。耶稣超乎一切，让我在你再次赞美你，你应许坚定，信誓直到永远，到永远。
真的妈妈听了了，是了，是给他带给他吃的吗？那真的是的。You promised to stand,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 I stood in your hand. This is my comfort. You never fail me yet.新生机的神，信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我神，就是你我主。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信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我神，就是你我主。你在这。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医治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改变人生命。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修复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信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我神，就是你我主。开路者，新生机的神，信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我神，就是你我主。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信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我神，就是你我主。新生机的神，信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我神，就是你我主。求你的宝座
主要胜利在这里。是啦啦啦，是个妈妈的啦，知道吗？啦是个啦，这个啦，知道吗？啦是个那个啦，知道吗？啦发了最是个。Even when I don't see it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working, you never stop working, you never stop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working, you never stop working, you never stop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working, you never stop working, you never stop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working, you never stop working, you never way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let it suit you are. You are way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let it suit you are. You are way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let it suit you are. You are way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let it suit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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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it. Tonight, let's sing it out loud. Tonight, let's sing it out. Tonight, let's sing it out.在今天早上，圣灵就要运行在我们当中，他要降下他的恩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要为我们翻转一切的情势，他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愿成为圣洁居所，你大能同在，使我心渴慕，我渴慕，来充满我圣灵，来充满我，亲爱圣灵再次触摸我，使我心呼求。我呼求。
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是的，神啊，你是为我们预备一切美好事的神。神，你是为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在你里面没有一句应许是落空的。主，我们相信你要为我们成就大事啊！主，我们要宣告，在今天早晨，美好事必定成就。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敬拜，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来祈求。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设立宝座在这个圣殿当中。主啊，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这是一个恩膏的聚会，这是一个主你的话语充满的聚会，主大能运行的聚会，也是一个医治的聚会。神啊，愿今天的礼拜恩典满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敞开我们的心，接受神从天上降下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求你亲自保守跟带领。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了我们祷告文，我们同心开口祷告说：天上的父，愿能够遵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是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拍手，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啊！这段经节我们很熟悉，这个是我们指南执事48，路加福音48啊。我们一起来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好，这时候我们要请诗班，那我们献诗，他们所要献的诗歌是《温柔牧者全能神》。温柔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3天的培灵会，这是我们最后一场的培灵，许多的感动。那我们接下来请夏牧师来为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第一堂礼拜之后又留下来的举手一下，要自己鼓掌一下哈。因为今天2堂的信息都不一样所以从第一堂到现在，那你会得到完整的信息的祝福哈。其实我们从礼拜5、礼拜6跟今天有4堂的培灵会，还有2堂的造就会，我想全程参加的一定是最大的恩典跟祝福哈。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培灵会这个没有准时跟不准时的问题，就有圣灵感动的问题，好不好？所以大家预备好时间没有极限哦。好我们教会呢要迎接50周年那其实从2年前我们就开始预备了。那我们在想说50周年是不是像一般教会一样，大家热热闹闹、庆庆祝祝，然后吃吃喝喝，那就结束了？我们的长执，我们小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是先自己先做检讨，自己先装备，自己先成长。那最重要的就是整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更新跟造就。所以我们就从年初开始，我们想说，来打第一棒是谁呢？我们要请一位最资深而且是长老教会最有权柄的潘牧师他们夫妇来勉励我们本来是要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突然就说很不巧呢，因为我们8月是我们的周年庆嘛那个时候他们刚好礼拜堂要换新的礼拜堂，最忙的时刻可能没办法接受。不过我们的王长老他负责传道部嘛，他就锲而不舍说，无8月袂使，较搁紧别的时间来好唔好？就是敲一敲说6月可以因为我们知道他们2位牧师呢平常很忙然后很少接受外来的讲员的邀请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富强教会真的是得恩典那今天呢，本来邀请他们2位，但是他们带给我们40倍。80几位弟兄姐妹都来了，拍手一下。好，我们4楼的荣美，还有5楼的荣美，摇手一下，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有30-40位，从礼拜5就来跟吕牧师还有潘牧师他们一起来了。今天早上一大早又有40几位，他们搭游览车没什么睡，很饱足就赶下来，而且比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早到，那真的是信息非常的宝贵。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跟邀请，那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讲，就是我们的吕之荣牧师，他要分享的题目叫做进入安息的季节。我们要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呼的来拍手欢迎。我也没有想到说为什么可以在富强3天6讲还有声音呢？所以真的很感谢神还能唱，我就发觉哇，这辈子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神迹耶！感谢神我们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进入安息的季节，因为安息这2个字
对我们富强这2年来有个很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全世界才刚经过3年的新冠的疫情哈，那么各行各业好像都刚在复苏的当中，但是没想到啊，6月已经开始了，确诊人数7、8月听说又会再升温。OK，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今年4月3号也发生了这个花莲的大地震，你看许多的居民哈，他们又陷入很多的困苦，他们的房屋啦倒塌，各方面有家跪不得。那时候的余震啊，我是不晓得台南严不严重，我觉得我们嘉义蛮严重的，这你动不动你都觉得在地震。有没有？你连你的头晕，你也觉得在地震？好，你已经搞不清楚头晕跟地震到底哪一个比较频繁了哈。OK，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人生的灾难哈，苦难真的是很多，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不对？从小到大，一下子这个灾难，一下子这个困苦，一下这个痛苦，很多的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马鞍峰教会啊，华里克牧师呢，他曾经勉励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上帝造这个风浪，冲浪的人呢，只是乘上那个浪，没有任何冲浪者试着想要造海浪或风浪。如果那一天没有浪，你就不要在那一天冲浪，就是这样，了解吗？另一方面，当一个冲浪者看到一个好的浪，他也会很尽量的去使用这个好的浪，然后即使在暴风雨的当中，他也乐此不疲。所以呢，我认为身为基督徒就应该要像一个有经验的冲浪者一样，你要能够辨别圣灵的浪潮现在是高低起伏，并且呢，知道圣灵的浪潮来了，你就要去乘上那个海浪，那个浪，圣灵的浪。我们的责任不是追浪。我们要能够分辨这个世界，上帝在这个世界这个时间点的神的心意，上帝如何的工作，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去察觉跟分辨的。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砰轰。”所以高高低低的浪呢，若是出于上帝的手，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我上一讲里面很多的苦难，对不对啊？我没有保罗那么伟大，因为我还没有被鞭打40下，了解吗？我还没有全身都是伤，被丢到海里的经验没有，只是心智上真的是很受苦啊。但是我们晓得，不管是摩西、大卫、约瑟、但以理啊、众先知啊，他们呢都是一样，人生各有风浪。每一个人的风浪大大小小，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风浪这个浪不一定都在高点，它一定会怎么样？有浪过去的时候，就会回到平息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时间跟旨意其实并不敏锐，但是神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上帝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人生、婚姻、你的孩子、你的学业、经济都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你要很察觉神现在在我身上的旨意跟计划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这个分辨这个时间，我们才能够去做对的事。就好像农夫，他很能够注意时间这个天气，他们能够掌握好这个四季的环境啊的变化。春天到了要努力撒种，夏天到了要怎么样？殷勤的灌溉施肥，到了秋天要收割庄稼，到了冬天要修剪枝子，学习好好的休息。好，如果呢你在春天的时候你就想要拼命的收割，你一定是什么？徒劳无功。在秋天你要拼命的撒种，那我告诉你，你就会错失所有的收成。就好像呢，我们在什么时候吃水果也是很重要。其实我以前对这种东西是没什么概念的，你知道吗？就说反正有得吃就好了，你怎么会去管说春夏秋冬12个月什么月份吃什么东西？我觉得那是老人在记的。我不用记啊，我为什么要去记？市面上有在卖什么，我就买来吃就好了嘛。但是后来呢，我才觉得这个学问真的是还蛮大的哈。什么时间呢？吃什么水果？你知道吗？4到5月份要吃屏东方山的芒果，5到6月要吃高雄大树跟旗山的芒果，6到7月要吃我们台南玉井南化的芒果，7月份你还可以吃到左镇的芒果。这个就是在对的季节和时间点啊，做对的事。这是 GPT 告诉我的。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很敏锐，到底神的手现在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对于我们的教会，神的心意什么？
我们富强教会已经走到48年了，神的心意在什么？你们去嗅到那个属灵的浪潮跟氛围，还有神的引领了吗？只要我们能够全力配合神来工作，我们就会在很重要的时间点里面看到上帝神迹性的突破发生在我们当下。我们只要乘上那个浪潮，抓住神的祝福和机会，那我们就能够蒙福了。好，那么我们刚刚知道，在狂风暴雨当下，我们每一个人最渴慕的就是那种风暴中的安宁、安静、安息的那样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啊。听说我们富强教会在后年，对不对？应该是后年进入57年。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如果到了8月，是进入49年，是哈，49年安息年啊。那今天又是安息日，我们很清楚知道。富强教会、富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正处于要进入一个安息的一个季节。你们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气吗？啊！但是如果你要得到禧年哈，我们刚刚有读到那个经文禧年，你要得到禧年之福之前，你必须要领受安息年的福气。你要领受安息年的福气之前，你必须先领受上帝应许的安息日的福气在你的身上。也就是说，上帝赏赐安息的祝福和力量是有分等级、阶级和层次的。每年年底啊，我们公部门呢就会提早公布说啊，明年有多少休假日，有没有？有多少的连续假日？很多人都会很注意这个假日，可见现今的人越来越多人重视休假跟休息这件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上帝也为自己安排了休假。圣经说到第7日，上帝造物的工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让我们很疑惑的是创造安息日要我们安息，但是圣经上又说，保护以色列的神是什么？不打盹也什么？不睡觉的神。OK， 那这样子，上帝为何需要安息呢？圣经到底有没有冲突？很奇妙的是，不仅上帝他自己定了自己的安息，上帝也要我们有安息、有休息。所以诗篇46篇的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这里告诉我们，上帝让人类来管理这个世界，上帝赐给我们的能力，有工作的机会，但是上帝的心意绝对不是要每一个人过劳而生病。如果我们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才有得吃喝，创世纪告诉我们，这是咒诅来的，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休息这个词呢，跟放松或者逃避考验、麻烦是有关的。但神的安息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概念，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去达到上帝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安息。那么上帝呢，应许给那些顺服他话语的人，可以得到在灵里面那种更高层次的灵的安息。所以呢，这个安息在我们看起来是跟我们平常所想的安息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固执的寻求自己的方式在安息，但这只会呢让我们怎么样无法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供应我们的大牧者，因为我们一直不休息，我们经常不愿意休息。因为什么呢？你会觉得我生活上需要，我的经济上需要。很多时候，当你觉得因为我需要有需求，所以我就必须要工作，我就是没有办法休息。这样子，其实在信仰上表示你对我们供应的神，你没有摆上你的信心，你没有摆上你的依靠，你想要靠你自己去赚得应有的。虽然呢，有些人为了赚钱自愿不休息，也有人怎么样，是因为老板要求你要加班你不能休息。但是上帝知道人的肉体绝对是有限的，所以他在10诫里面的第4诫，神要我们遵守安息日为圣日。OK， 好，那么什么时候是安息日，我们就不在这里探讨神学问题了我们知道在旧约他们就是礼拜6的傍晚开始，但是因为耶稣在主日复活，我们现在礼拜天就是7日的第1日，所以基督徒现在不是守安息日，而是守主日，但是意义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有一天被分别起来。那么这个安息就是一个终止、停止休息，
不做事的一个意义。好，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它就是一个让你能够重新得力，能够让你呼吸，让你能够恢复精神的这个意思。那么上帝呢，要我们恢复精神，不是送你一打蛮牛啊，送给你补精啊。上帝是要我们放下你手中所有的工作，这样子完全的得到休息，你就能够恢复你的精神。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礼拜天的时候放下所有的工作？因为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需要休息，使内在的力量得以恢复。出埃及记里面也记载着守安息日，但是出埃及记里面的10诫的安息日是跟上帝的创造有关系的。很多基督徒将守安息日的诫命啊，只是当作礼拜天就来做礼拜，礼拜完了之后再继续去工作。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神的心意，因为在这条诫命里面，上帝所关心的不是人对他的敬拜。上帝真正的关心的是，他想为人类留一天的时间，完完全全的能够安静跟休息的时间，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但是呢，有些人会为了生活的原因，种种的原因，却不肯来休息。所以先知以赛亚怎么说？来，我们一起读经。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圣经说你们禁止不肯，原因是什么？因为老板要求我加班，因为制度要我轮班，因为我要赚钱养家糊口，因为我有责任，因为我要追求我的成就感。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你必须躺在床上医治的时候，难道那个时候我们才愿意休息吗？所以安息日这个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就是肉体，我们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真的不是钢铁人，我们真的需要休息，使内在的力量得以恢复。第二点，什么？来，一起来。需要将这日分别出来。上帝将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个神圣的意思，就是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意思。从这个世界控制你的范围，很多的约会时间的压迫很多的压力、责任，还有很多的期待，别人对你的压力啦，各方面，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在这一天特别跳脱，要分别出来。我们要知道，只要谈到神圣的安息日，神圣2个字都带有怎么样？医治、医疗的功效。安息日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属灵的药，让我们不要在这一天又陷入在那个工作的压力、紧张、焦虑的状态之下。这种药可以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心灵，然后在主的怀中，让我们的心灵一个礼拜1到礼拜6，你可能有很多的创伤，你很多的各样的重担。到了礼拜天，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完全的释放。那么，如果圣日就是属于上帝的日子，就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支配的日子。那么，我们的身心灵如果要在神的面前得到完全的医治能力，你一定要回来守主日，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否则呢，你会发现，越放假，其实你的身心灵是越疲惫、越疲乏。好，那你也会越来越不想怎么样亲近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句话，一起来读经。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们来看第3点，为什么需要守安息日？一起来读经。安息日是自由的表现。在申命记里面第5章这里也告诉我们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也讲到安息日，生命记也讲到安息日。我刚刚讲的出埃及记的安息日跟上帝的创造有关系，但是生命记的安息日呢是怎么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和上帝的拯救都与自由有关系。生命记强调的是上帝的拯救还有自由，出埃及记的安息日强调的是上帝的创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守主日、安息日的当中领受上帝新的创造，新的心赐给你新的人，然后新的力量。我们也需要在礼拜天
透过上帝来拯救我们，脱离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一切的辖制、病痛、受苦、心灵的压制，得到真正的自由。很多人会讲说啊，我被我的工作绑死了啊，绑着就叫做没有自由，没有释放。所以呢，如果守安息日的自由的表现呢，就代表说我在这一天，我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不再受到我的老板，我不再受到任何的制度上面的催逼，没有人可以有权利来抢夺这个神圣的日子，还有我的身份，就是我基督徒，我就是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来了解安息日的这个真谛。我们知道有一天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从这个麦园经过，那么他的门徒一边走就一边来拾这个麦穗。法利赛人看了很碍眼，很反感，他们就来批评这个事情，好，认为门徒怎么在安息日做的这个事情呢？但是耶稣却怎么样为门徒的行为来辩护说，耶稣怎么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子也是安息日。所以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时候，他要传讲的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随时可以拯救我们、赐给人心灵自由的上帝。所以安息日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医治我们。医治什么？我们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生活里面的一切的扭曲、一切的伤害、遗憾，我们必须再次回到神面前，得到安慰、得到自由、得到释放，重新振作起来，再去面对明天的礼拜一。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耶稣认为安息日的原型的意义，就是人应该在安息日思想上帝在他里面所创造原本的这个形象。人应该借着安息日的祝福，得到医治之后，恢复上帝创造你新的健康、新的生命的形象。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在安息日做了很多的医治，我在这里我就不再多说，非常多记载在四福音的里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是要使人重新得到自由、生命和医治。好，所以呢，守安息日不仅让我们的肉体得到充分的休息，更大的意义是你遵守了上帝的话，你愿意让我的灵魂体更加的复兴苏醒，你的内在一定会更加的有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环境啊！所以我们不要在礼拜天的时间安排一堆的会议，安排一堆的休闲娱乐活动。你要让你的灵回到神的面前，你的灵先再次被神医治、眺望、休息。所以你要知道，礼拜天是我们头脑休息的时候，礼拜天是我们的情绪休息的时候，礼拜天也是我们的身体最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在礼拜天又把自己搞得怎么样？哇，更加的累，更加的疲惫。所以呢，弟兄姊妹，神不仅定了安息日，上帝也在以色列人他们每隔7年之后要守安息年，对不对？定了安息年。好，那么这个安息年呢，上帝是土地的主人，他让人在6年当中可以耕种土地，但是在第7年呢，必须要停止。圣经说，第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原来呢，他们在第7年的土产不是归主人的，他们第7年的土产是上帝赐给仆人、婢女，还有雇工，还有寄居的人，还有他们当中的一切的什么走兽、牲畜当食物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守安息年，是要学习放下为自己争取的一切。这样的一种观念在过这个安息年，上帝要透过你的土地出产的东西来帮助那些弱势的人跟牲畜。OK， 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进入到另外一种的安息的一个概念，一个更高层级的一个安息。安息日多半是为我们自己。安息年是为了你周遭的弱势，还有你的牲畜来守的。OK， 这样子不仅提升了我们对安息年的概念，也表达了我们跟神、跟弱势者关系和谐的关系。然后呢，安息年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反而上帝呢要以色列百姓在安息年这个时候为国家每一个这个民族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呢？来，我们一起来读，请。每逢7年末1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原来安息年也是上帝的
豁免年。圣经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我就必在你们中间什么？没有穷人了，就没有穷人了。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穷人也蒙福，有钱的人也蒙福。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西元1951年等等等等这几年出生的？51、58、65、72、79，来，有没有这几年西元年出生的？来举手一下，有吗 ？OK， 好，哇，好像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你知道吗？这几年都是安息年呐，哇！我自己在研究这个讲到说，我自己是不是在安息年生的？我不是我错过了。1951年潘牧师中奖了，安息年生的，哇，多么有福气啊！安息年生的，透露了他的年龄了，抱歉。OK， 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第一个安息年就是近日他们复国之后，第一个安息年就在1951年。那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21年，2021年的9月就相当于他们希伯来历的5782年。好，你想一个人一辈子可以遇到几次安息年？安息年是7年一次嘛，对不对？6年，然后第7年就是安息年，可以几次？10次左右吧，10次、12、15。不会没有人饿死吧 ？OK， 好，那你要知道那圣经怎么说？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好了，49年就是我们富强教会从今年8月份开始就进入这个年了哦。那到了50年什么？一起读，请。他做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些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过去你的家族如果因为贫穷把地卖给别人了，到了西年这一年，你可以赎回你的祖先所一切的地业都可以买赎回来。那如果呢，你的有家人被因为贫穷被卖给别人当仆人呢，怎么样？除了买主不可以严严的辖管他以外，到了50年怎么样？一切的债务都要一笔勾销，让这个仆人回到他自己的本家，也就是人就得到完全的恢复的自由。所以呢，我们对于新年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去好好研读了利未记的第25章。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非常不可思议吧？如果你一生当中有遇到一次的新年你知道吗？你身上所有的负债全部都一笔勾销了，你祖先的产业全部都回来了。你家里如果有人被卖到国外去当奴仆的，那一天全部都要回来了。所以50年的新年是让人得到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得到什么呀？恩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年。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经济彻底的重新分配，了解吗？因为债务全免嘛，所以你负债很多的人，你遇到新年哇，没负债了一切归零了，卡债什么信用卡什么都不用还了，你知道吗？当然我不知道以色列有没有这个卡债这个东西了OK， 那你知道吗？你家的房子也回来了，公司也回来了，土地也回来了，你的仆人也回来了，负债全免了，所有的机会都回到了原点。弟兄姊妹，有什么年比过西年还要好我们台湾的农历年也没有这么恩典吧？了不起收几个红包，了不起这个红包再大包一点，对不对？但是你看神为我们定的这个西年是何等大，在一生当中的恩典呢？那为什么第50年要称为西年呢？因为圣经说，他们每到49年底就要大声的吹这个羊角，要宣告宣告代表一个意义。这个吹羊角也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啦，就是代表了整个教会，代表整个以色列族。我宣告，我进入神的命定。我进入到神的旨意里面，我向灵界里面宣告，我进入神的丰盛的应许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吹羊角。OK， 好，所以呢，上帝为以色列百姓这一生当中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安息年，接着就是西年的季节。我想在安息年或者在西年不会有大地震吧？上帝不会开玩笑到在你西年的时候让你来一个大地震或者来一个海啸，我相信这些不会。虽然他们会劳苦会贫穷，但是只要上帝的季节一到，
安息年一到，禧年一到，我告诉你，一切的债务全免了。我发现现今的人身上最大的苦，不外乎3个啦，一个是经济的苦，一个是怎么样家庭婚姻的苦，然后来就是疾病身体的苦。大概不外乎这3种苦。好，但是呢，到了这一天，神说经济完全给你豁免，只要禧年的季节怎么样一到，全部凡是该属于你的，全部都会回来，所以你就会得到很大的自由跟平安。但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们哈，不是考神学，你们知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守安息日吗？有没有？有啦，好，有守啦。OK，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守安息日，但是呢，守到后来，到了以赛亚先知的时期呢，他们渐渐没有再遵守安息日了。到了尼希米时期更夸张，他们反而在安息日开始做生意，好做生意，所以就得罪了上帝。那请问大家，以色列百姓有过安息年吗？不知道哈。安息年在什么时候守的呢？我们刚刚除了说每6年就第7年7年就是安息年，对不对？来，圣经怎么说？圣经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安息年是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以后才需要守的，所以他们在旷野的这40年当中，他们还不用守安息年。进到迦南美地，他们就要开始来守这个安息年。但是呢，希伯来书来怎么告诉我们呢？约书亚时期，他们连这个安息日因为不信从上帝的话，心里怎么样？刚硬而没有遵守。好，所以呢，希伯来书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这个安息的应许，就是给这些遵守上帝诫命、愿意守安息日的人来领受的。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我告诉你们，连安息年他们也没有遵守，他们也没有遵守安息年，所以让上帝让他们的国家怎么样亡国被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所以呢，上帝要让土地得到安息，得到休息。所以在历代志下怎么告诉我们？一起来读经。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让他们亡国被掳的时候，地就守安息了，因为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竟然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来守安息年。好，那么我再请问大家，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有守禧年吗？有没有守？应该不会守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连安息年都没有守。以色列百姓真的进入到迦南地之后，连禧年都没有守过。我一直在想说，真的没有吗？我就一直查考圣经，我还问了我旧约的研究旧约神学的同学，我问他们说，到底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守过安息年跟禧年啊？他们就告诉我说没有我还不信任，我又去问了 GPT， 到底有没有守过 ？GPT 也告诉我没有OK， 那我就更笃定，他们真的没有守安息年，也没有守禧年弟兄姊妹。圣经真的查不到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在士师、在列王时期、被掳时期都没有守过禧年甚至到了耶稣的时代，你知道禧年的概念只是成了一种理想，而没有实际落实的一个的政策。禧年只是一些虔诚的信徒遵守跟研究经文的怎么样一段神的话而已，已经不再强制施行了。所以不管是安息年的祝福、禧年的祝福，以色列人通通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季节，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赐福、这样的恩典。他们从来没有怎么样领受过上帝在安息年要祝福他们的福分，还有禧年要赏赐他们这么大的豁免、这么大的恩典的祝福。我告诉你，以色列人竟然完全没有守过所以你知道，当我听到我们富强教会
迎接进入新年，我第一个反应，哇！以色列百姓没守过的新年，富强教会要进入新年。当然我的定义跟各位的定义不知道一不一样。弟兄姊妹，豁免，你要把真正的活出圣经中神对新年的定义跟祝福。我们富强教会有没有可能在安息年或新年的当下，活出神的心意，帮助弱势，豁免，然后所有人的债务？我是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欠教会钱哈？有些教会有关怀一些的弱势，会有一些借贷帮助。有没有可能在这一年你们都全豁免了？有没有可能让活出真正的安息年跟禧年的神的心意啊？了解吗？我们过这个年，就像我刚听牧师讲的啊，不是大班的，都不是大拜拜了，对不对？大家来吃吃喝啊，50年啊，过了隔天呢，没了，又没了。OK，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你如果真的要延续这个50年禧年的祝福，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已经非常久的人，你真的要祈求神的季节、神的福分、安息年的福分，还有怎么样禧年的福分，要大大的降临在我们的富强教会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教会快到50年，8月份你们进入到安息年。你们既然宣告了49年，你们就要真的活出、做出圣经里面所讲的安息年。到底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教会50年应该做哪些事？圣经有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今天你们说你们很熟的一个经文。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弟兄姊妹，上帝过去所赐福给以色列百姓的安息年、禧年，都被蝗虫吃掉了。你知道吗？上帝应许给他们的福气都被蝗虫吃掉了。但上帝要透过耶稣的救赎、耶稣的恩典，补还我们这些年日，而且是加倍的补还你这些年日。因为耶稣要带我们现今的基督徒进入到一个属灵里面前所未见的禧年的国度的里面。这个禧年的国度不是豁免你的所有的债务，这个禧年的福分不是只是说让你的心灵得到完全的恢复而已。这个禧年，上帝由耶稣带下宝血的禧年，是必须让你的身体怎么样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耶稣才说，被掳的得释放，有思觉失调的，有各样忧郁、躁郁症的人，在精神方面受苦的人都要得到释放。那些瞎眼的人，在肉体上有咒诅的人，他们都因为耶稣的宝血要得到完全的医治。那些怎么样，各方面有身心灵有疾病的人，都要透过耶稣带下的禧年，让我们完全领受神丰盛的季节，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用像以色列百姓50年才过一次禧年。那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多久过一次禧年呢？我们天天都在禧年的恩典下，不是吗？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信心，你每天都在过禧年，你不用等50年，因为有些人活不到50年，也等不到这个禧年，你也不可能回到旧约去守那个禧年。我们必须在耶稣恩典新约的时代下守这个50年的禧年，就是耶稣他已经担当了你的贫穷，叫你不再贫穷，因为使我们可以在信上富足，因为耶稣已经免了你的债，了解吗？你已经不可能奢望谁免你债，但是耶稣说怎么样教导我们祷告，免人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一样。所以我们真的透过耶稣的救赎、耶稣的应许，我们可以去活出上帝原本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安息年之福，还有禧年的祝福，都因为我们遵守、信靠耶稣，领受他宝血的能力，我们今天都可以得到这些的福气。阿们吗？弟兄姊妹，那上帝如何将安息日的祝福禧年的祝福临到我们呢？我刚刚讲的，神要祝福你禧年的祝福之前，他会让你先领受安息年的祝福。上帝要你领受安息年的祝福之前，你必须要先有安息日，懂吗？那个层次，安息日的祝福你守住了，你就能够领受安息年的祝福。有安息年的祝福，你就必能够进入到禧年的祝福，了解吗？因为那个层级跟祝福是不断的扩大跟提升的。了解，你不能说我平常不守诫命，我平常都礼拜天我都不来做礼拜，我就要得到禧年的祝福。我跟你讲，那是很困难的。
那在属灵里面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乖乖的，礼拜天一定要回到神面前，了解吗 ？OK， 好。所以呢，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个主的灵就是圣灵。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一切所失去的。”耶稣要通通怎么样补还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得到反转，失去的上帝要重新赐予我们。我们的信仰生命要经历神迹性的突破，在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的风吹向我们的时候，就会带下上帝荣耀的同在，复兴就会来到，安舒的日子就会来到，神迹奇事就会彰显在我们的当中。这样，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要去进入到一个突破性的季节。这个季节就是一个命定的季节，丰收的季节。什么丰收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效法耶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不要忘了，路加福音这段经节的禧年跟传福音给贫穷人是绑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只注意后面的报告人约纳人的禧年，前面那一段完全不看不做，那不对，那不是神的心意。既然神的福音是跟禧年绑在一起，你在禧年就必须要去做传福音给贫穷人的工作，了解吗？圣经的诫命是这么遵守，圣经是这么看的。我们必须要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在里面。我们必须要效法耶稣，传福音给贫穷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国收割庄稼的工人。那圣灵就会为越大的加力在你身上，让我们能够越有能力来邀请更多的人进到神、进到耶稣所宣告的禧年的国度的里面。接下来呢，我要邀请2位我们主日学的学生，李思颖、李思涵来为我们做见证。他就是我们收割的庄稼，是我们传福音的果子。来，我们请李思颖、李思涵上台。各位牧师、长职、同工，大家平安。我是姐姐诗颖，我是妹妹诗涵。感谢神让我和妹妹在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个机会在这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妈妈的前夫因为邻居的关系被引诱去吸毒了，也会一直跟妈妈拿钱买毒品。妈妈那时候的工作是在早上3点和之前的阿公阿嬷去市场卖菜，后来身体越来越不好，又一直跟妈妈拿钱买毒品，最后妈妈就请警察把她的前夫抓走了。妈妈之后再也没有跟之前的阿公阿嬷去市场卖菜，而改去卖方块酥，也因为被同事霸凌，所以离职了。我们家就越来越贫困。4年之后，妈妈决定来到嘉义市，也认识了我们的爸爸。爸爸比妈妈大了22岁，而且爸爸是大男人主义，什么事情不管对错都要听他的，所以爸爸和妈妈常常吵架，甚至会打我们，威胁我们。有一次，爸爸和妈妈带着我们去爸爸朋友家吃饭时，爸爸不戴安全帽，妈妈提醒爸爸要戴，不然会被警察罚钱。后来爸爸很生气，打了妹妹1巴掌，准备去厨房拿刀。妈妈在挡的时候被打到，头就流血了。那时候我们都很害怕，也很害怕爸爸又会对我们做出什么恐怖的事情。但幸好妈妈很快就被带到医院去了。那天之后，我们在学校都会害怕爸爸和妈妈在家里会不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而且妈妈每次换工作时，爸爸就会带我们到妈妈工作的地方，看妈妈在做什么事情。妈妈会觉得不自在，觉得被监视，但为了让我们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有正常的家庭，所以忍了下来。在今年过年时，爸爸和妈妈又因为钱的问题吵架了。那天晚上，爸爸拿着砍木头的工具赶我们上楼，
威胁我们的生命。妈妈准备带我们离家出走，爸爸很坚持要留下一个小孩。妈妈和我们都不愿意分开，所以留了下来。虽然过程我们会害怕，但感谢神，我们在2021年因为妈妈的朋友，所以进入了教会，参加第2期的幸福小组，并在去年受洗了。虽然今年过年时爸爸情绪失控，但我们知道上帝的保护与同在，所以我们向神祷告，求神救我们。教会的牧师、细胞小组长、哥哥姐姐们都为我们祷告。透过教会的人，我们深深感受到上帝的保护与同在。刚进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对什么都很陌生，但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很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除了星期日参加儿童主日学，我们也会参加星期2到星期5我们的课辅班。星期日结束后会留下来用滚轮帮忙粘圣殿的地毯，帮忙清洁教会。我们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在教会，真的超级幸福的。而且牧师也对我们很好，会买小洋装给我们穿，也会关心我们在学校的成绩。进入教会后，真的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曾经我的爸爸跟妈妈都是很强硬的，甚至常常说不好听的话。但受洗后的我们家的气氛开始改变了，会开始说对不起、谢谢，彼此相爱，这都是我以前想不到的。我相信我跟天父爸爸的关系会越来越好，我的家、我的成绩、我的人际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上帝是将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上帝。受洗之后，牧师跟我们说要开始服侍了哦，但是那个时候我想说，我年纪那么小，怎么服侍啊？但那个时候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带着我们在主日学时站在前面，带着其他小朋友做奉献祷告，以及大声的唱歌跳舞。在去年，姐姐在教会中学习了钢琴跟小提琴，而我则是学习爵士鼓跟小提琴。我们学乐器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希望以后可以用乐器来服侍上帝。因为天父爸爸很爱我，所以我想回应他的爱。今年教会开始举办了儿童幸福品格营，我们成为了小童工，会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服侍。我们除了站在前面带着其他小朋友唱歌跳舞，我们也会站在门口欢迎大家，真的超级开心的。现在的我们每天课辅班结束后都会跪在圣殿祷告，虽然我们年纪小，我们也可以为了我们的国家、教会、身边人祷告。我们现在都过得很喜乐，也对未来充满期待。感谢神找到了我们，成为他的宝贝，陪我们走每一步路，这是我们的见证。感谢各位牧师、长职、同工的聆听，将一切荣耀归于爱我们神。当神的国度大丰收的时候，属神的儿女必然大大的蒙福，教会也会大大的复兴，复兴就会带来突破性的祝福。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入到喜年的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定要领受，要接受得到这个新的恩膏跟祝福。不要49年了、50年了，我说神的祝福在哪里呀？好像我完全没有经历到。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没有去嗅到那个属灵的氛围的味道，了解吗？没有乘上圣灵的浪潮。以赛亚书怎么告诉我们？这个经节我来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忘记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弟兄姊妹，这个经节大家太熟了。为什么上帝要百姓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你有没有去想过？如果上帝跟你讲，你不要再纪念从前的事，到底在说什么啊？
从前的事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告诉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律法都要一代传过一代，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祖先呢，就告诉他们说：啊，过去我们在埃及好苦哦，那我们就祷告，上帝就带领我们怎么样出埃及，然后到了红海呢，上帝就把这个红海给打开了哦，那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走干地过去 ？OK， 这件事情对以色列的百姓是不是很伟大的神迹？当然很伟大嘛，对不对？好，你知道光男丁60万，所以总人数出埃及的人大约落在200万人左右。哎，这群人被神来拯救，所以呢，这个故事，这个事迹，对以色列人来讲是耳熟能详，从小听到大的故事。每个家庭都一代接一代在传讲耶稣带我的祖先过红海，耶稣带我的祖先走干地，都在讲这个事情。OK， 讲到后来。好像你的上帝只会开红海，听懂吗？他们都只会讲这件事，讲到后来，那上帝还能为你们做什么啊？上帝做什么？除了红海外还能做什么？哎，我好像没听说哎。还有还能做什么？上帝不知道哎。那上帝在你的身上做了什么事？哎，我也不知道哎。上帝在我身上做什么？我只知道为我的祖先开红海啊，在我身上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弟兄姊妹，他们的后代子孙啊，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上帝只会开红海，所以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你们不要再讲啦，不要再讲我只会开红海啊，我绝对不是只会开红海的上帝呀，弟兄姊妹，上帝透过这个经节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说我只会开红海，你们要知道，我不仅能开红海，我也能够在水中开路，错了，我也能够在路中开水给你们看，这刚好是相反的神迹，不是吗？红海是把水分开，有路出来，但是这段经节是怎么样？江河没有水，水进来，是一个相反的一个神迹啊！所以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再老是讲旧的神迹了，不要老是讲古时的事了，你不要再讲从前的那个旧神迹了。我充满了那么的新鲜的恩典要临到你们，你们永远讲的都只有一个神迹，就是我的上帝为我开红海。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这样啊！我们的信仰不能停留到哦，我的祖先领受圣灵充满，哦，我的阿祖被上帝医治，哦，他们很蒙福，所以很有钱，留到现在我也很有钱。哦，我的祖先，弟兄姊妹，你以为我们的上帝只能为你的祖先做事吗？你以为你的上帝不能为你做事吗？你以为我们的神怎么样？他只能做旧的事吗？弟兄姊妹，今天上帝一样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新的奇妙的启示。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能够行无比恶与神迹的神，我们的神能够，主耶稣能够叫瞎眼的得以看见的神。所以呢，主耶稣能够在你身上做什么？你不要说我不知道我信耶稣信那么久了，我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神迹？不晓得那你说，那你信耶稣信那么久，你有没有祷告？有啊，有祷告。那怎么会没有神迹呢？我的神迹可能就是我找停车位的时候就会找到停车位啊，我的神迹可能就是我很头痛的时候，我祷告一下，头痛就过了。OK， 我们的神怎么会只帮你找停车位啊？我们的神的神迹奇事恩典怎么只帮你来医治头痛啊？我们的神怎么会只有医治那么小的祝福在你身上的弟兄姊妹？不要再纪念从前的事了，不要再想过去的事了，你必须每天要去经历上帝新的恩典和神迹奇事在你身上，不是吗？当你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神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神能做给你的，能够在你身上所施行的神迹，比你所能够想象的还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祈求我们的神是能够突然介入在你的人生，介入到你的生活，介入在我们教会的神。荣美教会刚开始放弃要租土地的时候，我们打算再租一间小小间的，因为我们真的有经济的压力。我们真的弟兄姊妹很火热没有错，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眼前现有的财富。那我们后来我们就放弃。为什么会放弃？因为我的建筑师跟我说：你们还要租这么小的建筑物？他说隔壁那一间是我设计的，你要不要干脆租那一间？就弟兄姊妹，就因为这样，我们才去发现了现在我们将要搬过去的这一栋的建筑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灵干渴吗？
我们的心灵干渴吗？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当我们觉得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上帝就介入了。当上帝知道你在走错路的时候，当上帝知道你在做错误的决定的时候，上帝会扭转你的脚步，因为他介入了你的人生。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以利亚的先知，他们经历了3年半的干旱。我们知道前些日子台湾的水库都没有水，大家都非常的紧张。但是你要知道，先知以利亚的时期，他们有3年半的时间是缺水的。这个干旱不仅是环境的干旱，是他们心灵的干旱，因为他们不再听见上帝对他们讲话，他们不再看见上帝彰显神迹奇事在他们的当中。当以利亚战胜了亚瑟拉的400位先知，战胜了巴力的450位的假先知之后，以利亚对亚哈王怎么说？他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弟兄姊妹，都还没有下雨，还没有乌云密布，以利亚听见了，他用信心来对亚哈王来宣告有多雨的响声了。然后他就跪下来祷告，等候上帝的神迹奇事彰显。他叫他的仆人去看，你去看天有没有开始起变化呢？看了6次，看了6次。弟兄姊妹，如果你祷告了6个月，你祷告了6年，你都没有看到上帝对你的祷告有所回应，我相信多半的人会灰心，多半的人会寻求自己的方式，多半人不愿再等待，多半人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但是以利亚先知看了6次，什么都没有，他还是不灰心，再去看一次，叫仆人再去看一次。第7次，仆人看见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的手那么大，我们就称为它叫巴掌大的云啊。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恩典神迹是霎时间的领导。弟兄姊妹，霎时间就代表那个时间极短，上帝会因为他的时间到了，他就赐福给你，他就医治你，他就怎么样，大大的来祝福我们的全家。所以弟兄姊妹，霎时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信仰，不是只有一天到晚只有读圣经、看很多的信仰的书籍，这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信仰必须是一个亲身经验的信仰，这样的信仰你才能传承下去啊！了解吗？否则的话，你们家永远在讲啊，我的祖先开红海，就是经历那个，永远在讲古时的事。我们必须在你这一代，在你每一天要创造新的神迹奇事，不是吗？让你们能够见证如同云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在各样的季节当中，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人生很多的困境。但是你有没有像以利亚先知一样，有多雨的响声？你是不是有听到多雨的响声呢？当上帝愿意回应我们的时候，即使我们只看到一个巴掌大，不用大，不用乌云密布，像刮台风天，不用。上帝如果愿意医治你，上帝如果愿意翻转你的生命，不用大，不用很多的现象，上帝就马上能够为你成就一切啊，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你必须点燃你内心的火，让上帝补还你蝗虫吃掉你的年日。过去你在哀苦的当中痛苦，你在疾病的当中受苦，你所流的眼泪，你必须要透过耶稣的宝血来担当我们历代的咒诅，还有我们个人身上的罪孽。我们一生为主而活，好好的守主日，好好的侍奉上帝，你就能够领受到安息日的祝福，领受安息年的祝福，你要领受到新年的祝福在你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破碎的生命再次被圣灵来恢复，我们的灵性要再次得到复兴和眺望，我们的教会一定要经历神迹性的突破，圣灵要如同春雨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个干渴的心灵得到圣灵的滋养，因为上帝要介入我们的生活，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新事。弟兄姊妹，富强教会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新事。我发现我们的牧者长子同工实在太有信心了，我不知道你们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一个没有名的牧者，你们竟然敢邀请我。我告诉你，我生平第一次帮人家带培灵会，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答应你们当培灵会。你们这么有信心，不认识我是谁？昨天魏鹏长老问我说：“牧师，我真的不认识你。”我说：“天哪，我都已经来带领2天了，对你讲的是实话，没有错。你确实不认识我，我也更不认识你们呐！怎么看呢？怎么会变成来这里3天的培灵会？”
我们两个的结论就是，哦，原来是圣灵带领，荣耀真的是荣耀归给了神。弟兄姊妹，为了这3天，我们的所有的预备，所有的见证，你知道吗？我们是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再祷告，一个主题换过一个主题，我都放在我的祷告祭坛前。上帝给我改了很多题目，上帝也给我安排了很多。上帝就告诉我，你这个地方怎么带，圣灵会告诉我你要怎样安排。所以这3天啊，你如果觉得说我们在这里的服事有带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感动，真的请你们为我们来代祷在上一堂我有谈到，我们教会真的是有需要哈，因为我们要传更大的福音。为什么不买？长老教会都喜欢建制产业，这不是错误。但是我的个人领受的意向是，我现在不想要为了盖个大教会，然后身上背了好几千万的负债，然后压垮所有的长子或者弟兄姐妹。我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我们是心灵敞开、快乐的传福音。所以呢，我们不想为了经济这一件事情压垮所有人的心灵，所以我们用租的。表面上感觉好像很贵，没有错。但是你知道，我们以我们的能力，根本不可能现在拿6、7千万出来买房子、装设备，了解吗？我即使有能力跟银行贷款，我们1个月光要还给银行的贷款利息，绝对超过26万啊！了解吗？所以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的不足，但是我知道神会兴起人来帮助我们。我的周遭，我们一定有很多的天使在我们的当中，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的脚步，兴起有能力的人来帮助这个弱小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在完成耶稣的大使命。我们真的是拼了命在传福音，拼了命在做主的工，不为任何的辛劳。所以连我们的青年都很辛苦，因为他们是未来的传道人，一定要受苦。潘牧师都说你对他们太严格了，我说不严格怎么行？这以后要上战场要征战了，不严格怎么行？一定要严格，因为会塑造你属灵的生命跟品格。所以接下来我一样用一点点的时间，请大家来看这个影片我相信等一下牧师还会稍微一点点的介绍哈，我这个影片来分享给我们华语堂的弟兄姊妹。来，我们请我们的影控的人员来帮我播放。在你还有更多，你是我的马可楼，我只想说，让我停留你怀中，暴风雨中，你成为我安歇避难居所。敞开我心，听你声音，让我更加爱你。我不走，我停留你怀中。更深追求，同心更远更久，我要有你更多。我要更深追求，同心更远更久，经历我前所未有。我要更深追求，同心更远更久，我要有你更多。我要更深追求，同心更远更久，经历我前所未有。我要更深追求。
手，同心更远更久，我要有你更多。我要更深追求，同心更远更久，经历我前所未有。我要更深追求，更深更远更久，我要有你更多。我要更深追求，同心更远更久，经历我前所未有。暴风雨中，你成为我安歇避难居所，敞开我心，听你声音，让我更加爱你。暴风雨中，你成为我安歇避难居所，敞开我心，听你声音，让我更加爱你。我不走，我不走，我停留你怀中，我停留你怀中。再次我代表柔美教会的我们的长子弟兄姊妹再次来谢谢我们请柔美的弟兄姊妹都站起来好吗？我们要再次来谢谢我们的夏牧师、谢牧师、曾牧师，还有我们的小会员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接待我们。这么微小的教会，这么微小的青年，真的不配大家这么样的善意的款待我们。但是我们接受到这么样的礼遇，真的说不出来的感谢，所以真的谢谢你们，愿上帝来赐福报答你们。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来谢谢这个教会，一起来谢谢你们，愿上帝赐福报答你们，谢谢。最后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和拣选。求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新的作为，有神迹奇事环绕我们。沙漠干涸之地，你开江河；旷野迷失之处，你开道路。耶和华要做新事，超乎我所求所想，我的神必成就那事。恳切祷告，恳切祷告，不是盼望。时候来到，时候来到，神必成就。谢
兴，如今降临这里。我听见多雨的响声，震撼大地，枯干的灵要再次苏醒。我看见远方的云彩遍满全地，你的帆船，你的复兴，如今降临这里。为市长教会的祷告，为我们在教会来求神，把那个神的福音是给他家的妈妈，是给他的神，是给他神，来给他家，给他神，是给他神，妈妈妈家，来给他神，给他神，是给他妈妈，给他把好的把的神，是给他把的好的把的神，是给他的神，我把这个神，是给他神，给他给他这个把的神，给他给他神，给他这神，给他给他神，给他把的这个拿出来，把这个神，是给他的神，给他给他这个把的神，是给他的神，给他妈妈给他这神，把那个给他这个妈妈这神，给他神，给他这个把那个是给他我听见多雨的响声，震撼大地，枯干的灵要再次苏醒。我看见远方的云彩遍满全地，你的帆船，你的复兴，如今降临这里。父神，我们的上帝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你是又富强又柔美的上帝。你是为我们两个教会创造新事的上帝。主，我们知道我们要领受安息日的祝福，我们要领受安息年的祝福，我们要领受新年的祝福。主，这是你降临恩典的季节，我们要进入这个季节的里面，我们要乘上圣灵的浪潮。主，我们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让你的国度能够兴旺复兴。谢谢主，你悦纳我们在这里3天的侍奉，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意犹未尽，对不对？欲罢不能。感谢主，我们今天真的是领受到丰丰盛盛的恩典哈。早上有2堂礼拜，一堂是台语的，一堂是华语的。我们透过潘牧师还有我们的吕牧师，给我们做美好的一个分享，真的很感动。就是4堂的培灵会，2堂的这个造就会。那牧师做一个回应之后，我们就要来奉献哈，我们就请同工预备。第一个，我们刚刚听到吕牧师呢，给我们指出了我们迎接57年的一个方向，这是美好的一个带领，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方向在迎接49年这个安息年，然后迎接50喜年。我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预备，要迎接这个美好丰盛的季节哈！感谢主，感谢主刚刚吕牧师很客气，他说没有名气哈，我倒是有一种感动。刚刚潘牧师也讲了，他中会议长也做过了，总会议长也做过了，但是后来他发现说，被圣灵更新才是最好的真的。所以呢，吕牧师，我是觉得神把他摆在长老教会虽然早上他见证的时候曾经说碰到好多的挑战跟挫折，其实牧师经过很多的牧者，如果像吕牧师遇到这样的状况，老早就淘汰掉了，就不愿意在长老教会牧会了。但是神给他强壮的心智，神给他一个勇于突破困境的一个心智，然后跟潘牧师一起在东门教会经历到长老教会应该是最完整的教会的一个经历，然后现在开拓柔美教会。潘牧师他已经退休，但是等于从柔美教会就重新开始。
重新一个丰盛的季节。所以，我们荣美教会的青年人哈，你要多多为我们的牧师祷告啊哈，让他能够活到120岁。啊，继续带领你们要开拓7间教会不简单呢哈。那另外我说一个感动，就是因为一般的教会如果要建堂，就是哇很大的这个土地要购买，要建堂要花好多的钱。那我们教会只是说看到你们的需求，我们就为你们做一个奉献参与。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参与这个荣美教会的奉献，那个意义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要建造一间哇好几千万，现在可能要上亿的教堂，他们是要建立一个福音的基地。那个基地要开拓要往外开拓这个帐幕，所以他们预计要开拓7间教会，那不得了。那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希望有一天到他们的7间教会去巡礼一下那我们今天教会开放说为他们做奉献有2个意义。第一个是我们手中刚刚周报有夹到这个这个太代老信里面有一个奉献袋里面也有一个奉献袋，还有呢这个他们的这个代祷信牧师有一个建议了第一个，我们今天可能有人又预备说要做一时的奉献，那就为他们现在要2-3个月的装修要花一笔钱让他们礼拜堂做得很漂亮希望他们装修好了，我们有机会我们去参观一下，看看他们怎么样设备或是怎么样来装修他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好，那如果你有感动，因为他们等于是要分期付款的意思啦，就是每一个月要付26万的这个租金如果你有感动说就像在约定奉献呢，我分开嘛1个月为他们做一点奉献，也是很好参与在里面。那记得牧师讲的就是说，我们呢是借由奉献来参与他们这个伟大的宣教计划，也是为我们50禧年我们做一个开始了一个参与的开始牧师做这样的解释。如果今天你有感动，就为他们做奉献；如果你不方便，可以带回去，下个礼拜再带过来好，我们时间有一点不够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魏鹏长老，我们要开始来做奉献，之后一个简单的报告就结束我们一起来奉献，弟兄姐妹，请按照你的感动献上你的奉献。我们特别谢谢潘牧师、李牧师，还有我们所有的美敬拜团团员，我们弟兄姐妹，你这几个月为我们富强教会所献上的代祷跟信息的预备，还有我们敬拜团来到我们当中连续的3个下午，愿神亲自纪念你们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很感动。愿神纪念你们。富强人要加油！我们还亏欠神很多，连我们这领5000的，要回给神5000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
这一周的金句，在诗篇51篇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转念重新有正直的灵。我想到我们最后这个阶段呢，我们请夏牧师也代替我们的教会，再次谢谢荣美教会。好啊，其实时间没有差很多了哈。牧师做一个介绍报告，那我们就要结束。我们今天有2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们来介绍曾佳杰姐妹，曾佳杰姐妹在哪边？请她站起来，我们欢迎她，欢迎你。我们荣美的青年帮我们做一个热闹的，比啦啦队还厉害哈。另外一位是张瑞萍姐妹，张瑞萍来了，好。我们的女牧师哈，袂烧声，你嘛袂烧声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哈！神祝福你们哦哈！牧师做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这个礼拜结束哈，我们很想邀请我们楼上的荣美教会的弟兄姐妹下来，跟我们合照。一张大合照好吗？留就我们的纪念，我们的50周年庆祝的第一个开始哈。我们如果其他教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留下来拍照也可以。那我们请一位同工到台上来做一个大拍照，就不用动员大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荣美教会的牧者长子弟兄姐妹，你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你们行李稍微整理好。我们要到对面的大楼的地下室，我们为你准备一个简单的午餐。那个午餐呢，大厅是可以用餐的，但是没有桌椅，所以你们就请我们的长职有配合的，带他们到每一间教室里面去吃我们的这个午餐。那他们呢，下午呢吃完午餐呢，就要回程了回到他们嘉义荣美了。我们祝他们一路都平安哈。我们真的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潘牧师、李牧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来，拍手，谢谢他们，谢谢他们，祝福他们哈，他们要开拓教会，要牧养教会，要传福音真的要神给他们加倍的能力跟健康哈。我们的年轻人呢有好的配搭，让你们的牧师做事情好像加了2个轮子一样，跑得好快跑得很快。愿神祝福大家。那另外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原来的3楼也有爱餐，所以你们讲讲，到礼拜三无一人吃饭我们富强的弟兄姐妹还是留在3楼参加爱餐那我们的荣美教会等一下拍完照整理好东西，我们就到地下室去用餐这样子。还有我们的长职我们节目还没结束，我们还要在礼拜结束要开长职会时间不会用很多，但是请大家留步2点来开长职会。好，我们把这个时间报告到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颂文诗歌《我的神，我的王》。结束，我们请牧师来做主导。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我们荣美教会还有富强教会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预备来拍照。